守正創新，鑄精品中藥。何為精品中藥？佢係點樣練就嘅呢？懷住要讓市民大眾用到好藥、真藥、良心藥嘅初心，和信堂對精品中藥執着於8個字：道地、安全、穩定、有效。從田間地頭到一碗湯藥，精品中藥精喺每一個環節，精在產地。道地反映住中藥材應以大自然天地規律嚟孕育符合植物本體藥性嘅機緣。鬱心淮南則為君，生於淮北則為柃。道地藥材就係經過人們長期實踐證明，質量好、療效高、傳統供應來源於特定地域嘅優質藥材。為此，和信堂只同道地產區藥材基地對接，比如和信堂嘅野生甘草，嚟自內蒙古自治區，其有效成分甘草酸含量係人工種植甘草嘅1倍以上，外觀、口感、成分均有明顯差異。再比如鬱金，喺中國藥典中有4個合法機緣，和信堂擇優選用最具療效嘅黃絲鬱金，香氣濃郁，味辛辣，成本比其他機緣貴數倍之多。正所謂機緣一錯，滿盤皆輸。即使係同一個機緣，和信堂亦會選擇多個供應商進行比較，輸出種植、採收、初加工標準，與一眾名產地供應商長期緊密合作，確保質量意識貫徹全過程。精在品控。和信堂喺2017年發起成立信誠第三方檢驗檢測中心，參照中國藥典及和信堂內控標準，逐步建立咗完備嘅質量研究、檢驗檢測體系，為確保藥材嘅性狀、純正度、水活度、成分含量等合格，杜絕農藥殘留、重金屬、黃曲霉素同硫磺嘅危害。每味中藥都要經過樣品、原料、中間產品同成品4道檢驗關卡，每一道工序如檢測唔合格都不予放行。精在生產。普通飲片雜質高達3%，而精品中藥經層層精選，全品種雜質控制喺0.5%以下。一啲品種所耗費嘅人工費用遠高於藥材本身嘅採購成本，如合歡花、玉米酥等。和信堂嘅爐根全部去掉勁賤，避免藏污納垢，更可取其通利無阻之象。每一味藥材喺生產工序嘅最後環節，都由金屬檢測機把關，極微小嘅金屬粉末都能被有效剔除。精在倉儲，恒溫恒心，冷鏈儲藏。對於當歸、蒼芎等富含揮發油成分嘅品種，為避免光照導致嘅氧化變質，均採用鋁箔包裝。所有原料及成品都儲藏喺溫度唔超15度、濕度唔超60%嘅恒溫恒濕倉庫，絕唔添加硫磺、防霉、防蛀。精在標準。2020年，經中國工程院劉昌孝院士等中藥專家審定，國內第一本以企業內控標準為藍本編撰嘅和信中藥典出版，和信堂精品中藥標準體系正式成立。精品中藥多項指標嚴於中國藥典，如薄荷葉片嘅含量，國家要求唔低於30%，和信堂標準係90%。其薄荷腦含量係國家標準嘅1.5倍，揮發油含量係國家標準嘅3倍。精在溯源，始於產地源頭，歸於理法方陽。和信堂率先建立質量信息全程追溯平台，實現全品種溯源管理，信息透明、
安全可控。精在療效，精在療效，服務醫患。和信堂成立20年嚟，全品種經營近700味藥材，充分滿足臨床用藥需求，獲得咗醫患嘅高度評價。非常友好，我觉得，因为你这个技术再高明，你手段再好，但是药不好，也治不好病。这个和信堂的药是真正的精品中药。精在品牌，長期以嚟，我國中藥飲片生產門檻低、分散度高、品牌寥寥，和信堂卻能守正篤行，領航精品中藥賽道。首先，從整體來講，非常好。咱們內地就是這些影片廠，這種情況影片廠不多，也不能說沒有，不多，我沒看見。做良心企業，賣良心藥。和信堂聚焦質量意志，從不動搖。兢兢業業，飽含住和信人對生命嘅無限敬畏。締造100年老店嘅和信堂，用近乎偏執嘅三先原則，詮釋咗其獨特價值觀。醫術與醫德，以醫德為先；醫師與藥材，以藥材為先；成本與質量，以質量為先。2024年12月8日，和信堂榮獲2024中藥飲片品牌企業稱號。和信人仍將努力堅守，慎終如此，攜工匠之精心，鑄大國中藥之鴻夢。和信之道，順天而行。